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嘅福气女女嘅节目。大家上下都头摆嘅农业社会开始，大家有发现冇？你不论系买嘅洗身啦、洗衫裤啊、洗头那么啊，呢种嘅都系炒股。当然，睇你洗头嘅改变到底下，其实除了炒股以外，又当到做啲呢讲洗清洁嘅东西。不过，你今日要大家为当是注重个一般嘅炒股，嗱手工做嘅炒股要买嘅冇强。今日大家好好嚟分享一下，大家都邀請啲今屆裏邊嘅係類似苗栗嘅潤康百貨嘅頭家詹一成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永康百貨嘅頭家詹一成，今日當歡喜來到一片，現場一片。耶，歡迎分享頭家，因為看到嘅頭家按後上哦，有看到現場嘅東西，其實按浪漫，然後聞起來嘅時候又好舒服，就會覺得真的是老闆帶來的嗎？你會覺得說，哇，一般來說會覺得說，哇，一個這麼暗黑上嘅頭家，唔夠帶了暗浪漫嘅東西，就會想說，哇，真的是算是很年輕就創業，而且做的，因為跟我看到你的形象，感覺上我很難想象，會這樣嗎？你剛剛那是冷笑嗎？冷笑一聲，其實是要跟大家講，是真的很開心可以帶來這麼浪漫的產品，而且最重要是它是一個很好對於我們人體的使用的肥皂。做點按講哈，不過節目一開始，我們要先來講肉骨黏液。頭家嘅客家八千後，對不對？估錯還會靠死一下哎！你要挑戰一下嗎？好，我先開始好了。來，底地夾空口，大地嘅貴鳩。底地夾空口，大地嘅貴鳩。你可以猜猜看它的意思嗎？也係10年路嘅肉骨黏液，肉骨黏液。在表面上字的意思看起來好像，如果說黑公你做的底基嘅秘訣，對不對？哈你就知道大地幾鬼給，就是連你看不到的鬼，你都可以把它打到哭出來。好，白話文嘅翻譯係按容易，不過佢真言嘅意思係講，黑公你做事情嘅時節，黑公你做的抵對方嘅弱點，所以你抓到一個秘訣，黑公知道對方的弱點的話，你就可以制勝。對。好，所以其實因為做埋用壓機法咯，其實要同基本按後上嘅頭家來係有一樣的意思，就是說，其實在創業的過程當中，其實有很多很艱辛的地方，但在這高場低度，慢慢的找出你自己的方式，或是訣竅，或是路子，也是可以慢慢走出一條不一樣的道路。對，它沒有很直接的關係啦，但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觸，所以姑說要就會同大家分享，給一個肉骨黏液哈，哇，這樣。有覺得很可怕嗎？一來的時候就先被肉骨黏液考試，先來考試呀，有考試嘅感覺嗎？有。不過好，接下來其實吼，大家做啲喺現場看到有青島無腔嘅茶菇誒，其實茶菇對我來講係一個很浪漫的東西，因為我覺得它硬硬的、方方的，可是卻香香的，可它又可以好像又可以洗澡、洗臉、洗衣服、洗頭髮，好像功用很多。佢說基本一開始同大家嚟小嘅就係現場按到嘅茶菇誒，不過一開始同大家講誒，這是手工皂對嗎？對，你看一般我們了解手工皂很簡單，就手工做的嘛。對，那跟一般的肥皂有冇嘅冇共用？一般茶菇哈，按市面上用到嘅茶菇啊，佢用嘅成分較化學。一般來講，手工茶菇，做嘛人都手工茶菇。佢除咗講用手工去做之外，佢還要用當做天然嘅植物油去做。比方話講，市面上買啊條茶菇，但是用嘅係嗰種化學嘅東西、化學原料，起泡劑啊條去做嘅。我哋安尼手工茶菇，但是用天然嘅植物油，比方講橄欖油、椰子油，我哋一般我拿來食的油，拿來去做。嗰個糖業就會講，你做啲食嘅油就會好油嘛，就也就是你對於身體唔會有傷害。相對較好。相對較好，因為你都拿嚟食嘅。嗰種用愛用嘅東西做嘅茶菇嘅，係講你真嘅拿來接觸你的肌膚，你就較甜嘢、較安心，係按我嘅意思。對，不過佢本身天然嘅手工茶菇，佢本身會有甘油喺度。甘油嘅東西，佢係天然嘅保濕劑。對，嗰種洗體之後，人皮膚唔好按糟，唔好像像廣東人寒天嘅時間，佢洗體身之後，嗰個身體糟，也做因為佢用嘅一個洗身用嘅就清潔用品啦，但是係用化學嘅東西，嗰時對皮膚刺激。
真嘅，因为一般来讲，迄个寒天嘅时节、细神嘅时节，迄个你用较少嘅水嘅时节，迄个你用嘅一般嘅茶菇，公司采发哦，你晒过后真的会很干。哎，对对对。对，不过以前大家可能唔会直接联想哦，因为佢黑唔黑发酵嘅，又係佢黑唔黑甜眼嘅，你就会觉得说啊，可能就会寒天，较早嘛，就会有干的感觉。对。所以如果用较厚嘅甜眼嘅手工皂洗的就比较就可以保湿。哎，当然的呀。哎，因为佢本身佢保湿力有拉。你要想看下寒天，一般来讲，我洗较细嘅水，洗较细嘅水对人皮肤来讲，天然的呀个皮脂膜嘅呀吼，个油嘅洗得当强。我再早听一点吼，清洁用品佢拄到一个水分啊，相对越高温的话，佢清洁力越强。係啊。我说有双重效果。哦。係。因为以前给洗东西的时间要用熟水啊，才洗得干净啊。尤其寒天要用手，而且它洗起来才会涩涩的啊，这样才会感觉上是干净的。对。你们按我给感觉？对。哦。嗰种洗体之后，我说当用，我想要皂。对。因为有皮脂膜的洗体的。哦，古说要真嘅就会，我们现在是较基础嘅、较简单来同开口的分享。其实手工皂跟一般肥皂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听起来很简单。就是它是天然的，我的意思说原理黑暗容易它天然，因为我那时候说很简单的时候，铁家没有很简单哦，其实它很复杂。俺意思讲脱离清简单，你用黑甜眼嘅东西。对，好，这个你担心暗容易，其实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哇，因为我们现场你看又有薰衣草的这种花草，然后又暗用给熊咪啊，看到一个暗黑嗓，看起来又好像有点帅气又 man man 的，谁来你就会知道哇，好像竟然是做手工皂的创业的老板啊，一开始干过暗容易。对，就像讲，像你那种空运，你应该要在一些比较科技公司上班啊。我们公司做这种好像很细腻的东西，所以其实对于你来讲，做暗涌给转职，好像也是一个，我觉得不是一个酝酿很久，好像对你来说是一个突然间你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。也係一個契機啦。哦，因為差不多8、9年前啦，我喺桃園嗰邊，有一間印刷天路板一個工廠地圖做一個製造工廠師。哦。經常是我每家去台北，我媽媽去苗栗，嗰我隔禮拜喺台北走住苗栗走，像我去台北買屋，台北屋價按貴，想轉苗栗有冇乜工作機會，嗰時卡到桃園嗰邊，半工不接，有一年啦，寒天嘅時節啦，細神嘅時節，為什麼佢強強咧？我發現到講抹茶菇好用誒，有時候想到我落妹之前有做過手工香皂、手工茶菇，有送來佢哋。我油性嘅皮膚，我唔可以用佢。嗰種話就攞嚟變到3嘅衣櫥地度。本身都香香嘅，有寒天啊，當冷咩？我想講，作三作起來去買啲茶菇，要無安太神啦，無安太神意啦嚇。想講迄我落妹有送來一捆嘅手工香皂。勉強。對，勉強用下。勉強用一下。所以攞嚟拿來用，用嘅之後，按照安尼吼，牙齒痛啊，痛起來天天就滴，那有冇痛唔滴，同樣嘅道理吼。那寒天嘅時節吼，同樣會有當嚴重嘅冬季癢，就身體體之後，為什麼我走？尤其啊，洗腳邊嗰邊，我走都出血安尼，用起啊啲手工茶菇之後，我發現到講，一隻寒天吼，身體體唔會夠用嘅。唔可以古早嘅。唔過嗰表示人攞唔會做嘅茶菇係清過嘅茶菇咧。對，咁樣是 M14嘛，嗰時候因為表弟冇去用佢，當入人強啦，係啦，因此都講也隻細神，也按部嘅細神，這樣想到佢拿出來用，這樣發現都講也好東西。你才知道你之前傷妹妹的心，對，結果都可以用，按後用。表弟冇攞去講。不過真嘅，你係要幾費，因為你自己親身經歷，對，就真嘅就冇用誒。嗰時候你就決定要做一樣嘅東西。我本身用過之後，因為我喺啲印刷天路板廠做，地度當到專業員啦，佢長期接觸硫酸、鹽酸那啲嘅。刺激性嘅東西，對，全部嘅皮膚爛嚟爛走嘅走，咁樣時候就切一些啲那邊就使用，用到全部講效果當好，當穩貨，洗體之後，再滿嘅就講，你一定要通過乜嘢都手工皂嘛，滿13、73冇通過，咁樣時就提供嚟一個當好嘅方向，就想講也係一個當好嘅方向，你就看到商機，對，
哎，好可爱哦！因为按电影下嘅高场哈，就那个因为细神嘅时节寒天冇茶菇哎，用落寞一个用一下哎，结果反而变成你看现在是。你现在是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安永嘅东西嘅调价，对，当时就这样。你给我创业还挺辛苦的哈。创业但是就安的。那你就给听安永州哎，你那时候。我行业全部反对。那嗰陣時創業嘅時節吼，阿妹吼，攏係就講誒好好嘅條路做得呢，侬嘛不用睇。一般人爸爸媽媽都愛用你，問聽就好誒啊，你為什麼要去做有風險的事情？對，係啊，以前啊，讓我太太還係學生嘅時節吼，我讓我太太研究所同學，哦，嗰陣時讀書嘅時節，但是我太太想我創業，哦，嗰陣時電動藝冇想我創業，喺我因讓我太太講，誒冇做內部創業咩，因為我讀嘅係企業管理嘅，哦，也管理學裡都有搞一點都內部創業，是。嗰陣時人就講，我做老師講，冇人做內部創業就好，做乜冇按國嘅風向去創業。係啊。哎，對，電腦科技吼，冇慣上嘅創業。哦，啊冇想到講結婚之後，有生意嘅之後，現在創業嘅係捱。因為心管都嘅想法會冇強用，佢要想嘅問題。哎，對。等一下，還有乜嘅青島嘅故事吼，睇下零下茶，等下再嚟講。你上堂節目咧講到創業的故事、創業嘅故事，挺有意思誒。結果你真正要做嘅時間，係不用想講比較好了。可是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嗰種是生命唔會想講，剛有生意誒，想要穩定。對。因為創業其實是公司開發，風險是要自己承擔。你唔定你會成功也唔會。對。對。嗰種你就堅持。堅持。嗱，咱出世一禮拜之後，我市場就變出去咧。係，因為嗰種是咩學到。你沒有跟他商量，冇參詳。有參詳啊！按我加到捱，佢只能夠加嫁雞隨雞嘅呀。哎，好險你現在很成功，希望你就真給，他就會覺得啊，太衝動了。對，不過你就真給按用下去啊，爸爸媽媽跟你是當反對啊。哎，我媽媽咪當反對啊。去安好嘅公司待定呢，穩穩嚟做，已經有很多科長去做嘅。福建跟辭職講唔可以做。你都要升官了，還給你按用。2-3年冇聯絡。你跟爸爸媽媽？哎，對，因為我辭職創業。還好啦，才2個月，但2張也聽聽誒，爸爸。哦，當煎熬呀，當高層。哎，唔講有個高層公司開發除剔木行業嘅支持之外，佢公司開發誒，你按簡單誒，你想可能還有人家會賣吃的也好，不管你是要開個小麵店，要是賣個炸雞排，其實這中間也是要經歷過很多的工廠，何況是。這是一個其實蠻競爭的市場，都得按工，有冇？而且其實公司開發，因為它手工皂的市場品牌很多，對不對？而且對於我們這些消費者來說，我們其實認識也是透過我們現有的資訊去了解，所以在那個時候對你來說，創業的困難，當然我們說一定有很多困難，不過那時候其實你要知名度對你來說。也是很困難的，對，因為你看，像我們上網去查，我們就會先查我們知道的品牌啊，對吧？對，錯冇？冇唔錯。嗰陣時吼，創業嘅時節吼，除咗屋企人，除咗我太太、我媽媽、我老母喺度之外，身邊親戚朋友冇一隻款好嘅，但是提後輩等等款小花，哦，就只有一隻我係阿叔嘅吼。其實我講吼。唔做做下去唔怕，唔可死人，放心啦，唔做唔可死人，做做下去，唔做記得吼，啲暗光水啊，吼，一點一點嘅安尼跌啦，吼，我吸幾久嗰種吸唔嚟嘛，暗光一爛吼，一粒石頭就爛嘅，所以要激發，哦，就幫我堅持到一下，本望初衷，做到一下。好棒哦！我知道阿叔要做的來到一邊分享老古言語，你們老古言語，那講得真的很好，姑叔給你很大的支持。同鼓勵吼，對，而且唔講係糖你按唔講係有一種嘅感覺，要真正嘅客家人，其實你想看啊，你愛做生意，
其实有家族的力量呢，有家族的压力耶，感觉上，对不对？舆论压力。对，除了爸爸妈妈，还有阿叔、阿爸，还有其他嘅人，像会看小口啊，用嘅感觉。哇，这样的压力真的是双重的感觉。对，有时候做生意咧，心情会暗用，因为你某做工你唔低，你一定要试了你才知道。最多我哋就试拍嘛，试拍就炸过来就暗用你。唔过迄讲像而家暗用嘅分享，我会吃到唔单止暗用嘅，还有家出嘅压力。我的感觉是这样。撞击下咪撞击下安尼压力动态啊。撞下就暗用。撞下就暗。啊，你做买生意，大家就看到清楚嘛。你做买生意，有价钱冇，有升官冇，大家就低。你肯定炒貴裝條年啲啊！真嘅暗用嘅，唔過真嘅清白，唔過基本嘅做啲炒啲鴉片同大家的分享，可是辛苦就夠嘅。唔過他接下來還是一個還有很多要努力的事情。唔過通過鴉片公司採訪，一般人對我來講，我哋會用暗用嘅東西嘅時間，也有清楚嘅廣告會講，哎呀，你暗用嘅產品，你 pH 5.5，然後大家就知道，這好像是一個被植入晶片一樣，就覺得。青蔥會暗用你這樣做的，可是一般講到茶菇，會知道茶菇會鹼性。對，你知道這會矛盾。也主人講商業操作啦。哦。一般人對皮膚的了解但是講皮膚肉酸性嘅。係。啊，就講唔係用肉鹼性咧，會破壞佢皮膚嘅酸鹼質。係。啊，嗰時候佢會有條廠商會講鼓勵唔去用 pH 5.5嘅，一條清潔用品，色素啊、色成一條嘅保護私密處啊，其實也全部人講係噱頭、商業噱頭。啊，點樣啊？人正常嘅皮膚唔係用弱鹼性嘅話，佢喺短時間之內，嘅 pH 值啊，佢會調轉，佢會自己修復。對，佢正常嘅範圍，佢會調轉來。唔相反啊，伊係包嘅強調防疫咩？防疫佢講係乜啊？群色素咩？係群色素，佢係咪用乜色？茶菇啊！其實冇人講用 pH 5.5嘅色。其實冇人講用茶菇。因為茶菇色嘅會澀澀的，不是啦。因為天然的不，因為很乾淨。對，天然的那個清潔用品色中我超過3升沒有左右嘅，一條群啊，但是做到它可以殺菌，它可以把它對。嗰時候天然的茶菇叫嘛冇，佢點都做在殺菌。真嘅，對。真嘅。嗰時候你看像防疫嘅勤洗手，大家會講，你真的是沒有辦法，你才要用酒精。黑講你做得你就用茶菇黑色素，對，好，也係最好的。清根本呢？對，最好的。所以其實這是一種同大家的分享哦，也不是說誰好誰不好，就是有時候大家可能會唔知，其實一種嘅迷思。不過講到鴉片吼，其實你談起愛用分享，你就知道其實剛剛調教周思晴係一個清認真嘅你哇，研究得很徹底嘛。不過回到剛才講嘅話題，其實公司採訪也係講到手工皂，其實真的很競爭。對，真的我走到哪裡，不管是在什麼商店也好，文創的商店也好，我都會看到真嘅青豆，可以輕定一下嘅手工皂，有冇？而且花樣對，巴拉比寶，而且真的是很吸睛，看起來很想就下手買回去，不用擺着看的都開心。故說我愛吃到不講係哪一家的肥皂，我愛吃到。我是建議所有嘅鄉親朋友，真係喺講你有想會用愛用嘅速攻嘅茶菇，我知道你還是要認真去看它的原料是什麼。我覺得不要像我以前看到清定一下有冇某用嘅抽型就買耶，因為想說又沒有關係。可是我真的覺得，我覺得要練習看後面的原料，所以你也很注重原料。對，其實呀，速攻茶菇貴身面前都競爭嘅，咁樣是馬街品牌最有我今樣是咩發動到時間去想講，我既然今日要做速攻茶菇，我要中央嘅天 V 嘅速攻茶菇，讀企業管理出來但是接觸嘅就較商業化嘅東西咧。今樣是相當簡單，買屋人看嘛，看地段，買茶看新人，買一種股票我就看佢嘅本益比係幾多嘅，嗰種嘛買一塊茶菇我談故事就好。嗰時嗰樣時，我用到呢速攻茶菇，發現到講佢係好嘅東西之後，我發現到講市面上單是賣速攻茶菇嘅當都在講故事，對原料也係對啊，佢冇交代，佢冇交代。嗰時嗰樣時我就決定講要從原料去落手，用好嘅原料，比如講橄欖油，唔同樣嘅橄欖油，市場一看咧幾排下幾
大款橄榄油品质无相样啊，系啊，有好有坏啊，系啊。跟你全部用的，全部做讲用橄榄油做的啊。你就像我们一般来食嘅东西，麻油你就知道，就用对嘅麻油跟麻油好嘅麻油唔好嘅麻油差真多呢。唔好讲麻油啦，人讲菜就好嘅啦，去市場買嘅菜啊，嘿，嘅菜嘅食起來嘅感覺都差咁多嘅。啊，嗰時有陣時我記起講，我用一個車尾油嘅一個等級去做分。嗰時你就會托清好嘅油嚟用。慢慢的去浸，冇辦法講一托就托清好啦。哦，乜個事情就咁樣咪，慢慢的因做因受漲，因做因受漲。哦，嗰個油也係方面，金油也係方面，哦，也係原料也係方面，啊，就全部是個天味，啊，用好嘅原料去做好嘅產品。係，嗰個8年前，嗰陣時我公司有一支嗰算乜嘅公司一個理念嘛，嚇，天然商品，啊，奢而不乏，天然商品實而不華。我用天然的好嘅原料去做出一好嘅產品。咁講話東西當食材，唔可以安尼花錯錯安尼，哦，對，唔可以安尼去宣傳。啊，東西做去茶具，我就會用好嘅原料去做，因為有安尼價值，因為有安尼價值，給你做吃用款啦。唐公，你親自去看薰衣草田？對，比到新疆去。哇！嗰陣時，我來行4、5歲左右嘅。尋呀薰衣草，因為薰衣草吼市場金油市場當亂，嗰時候時不時就睇新聞面當做看到講啊，那件金油要踢爆啊，乜個要參加呀嘛嘅吼，嗰陣時咩尋金油啊，尋哦當到廠商去尋到新疆嗰邊嘅金油，啊就帶我來我太太吼一家3口嗰陣時。還冇人忙出世，就一家3口，我就比起新疆嗰邊去看去尋，係啊，終於我係尋到，係符合我標準嘅一個金油，係比5000公里。不過講實在話，按用嘅工廠，你種了你要較有心情，而且你很踏實。對，我知道做生意就會按用你會講做生意會創舊，因為你會懂得跟別人有信任感。我覺得這是一個必經的過程，所以你講起來，你看你現在講，你會很有自信，你就會覺得，因為我親眼見過，而且我親自實驗過，而且我用在我自己的身上，所以你會冇用嘅感覺。嗰種時候去新疆，你會精口聽聽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就講緊樣嘅喂農藥啦，對，我說比到嗰邊一看嘅時間哈，佢試茶老40分鐘頂一圈轉了，然後講張先生。我的薰衣草田就是剛剛那40分鐘繞這一大圈。哦，那你覺得我還有沒有辦法撒農藥？太大。強發嘞，唔俾農藥經不住，成本上把唔對。嗰時人就放棄咧，就會按你來。係啊，嗰時候唔看哦，其實我聽人按講，如果一批人嘅茶具去講嘅係故事，其實我聽人講也就係故事啊，係一般係一種嘅故事嘛，對不對？慢慢地累積出來。對，真正係按用，因為你講嘅人家用嘅較天然嘅料嘛，從嘛哈，它比較實在，而且很樸實，對不對？我們不要看起來好像很華麗，或者是很去渲染它幾樣用誒，唔過你就真正踏踏實實去做按用嘅事情，你要較安心。對，因為這個不是，這是用在人身體身上的，對不對？佢咩寬講嘅，當然會按用做吼。其實還有當到嘅故事，就你到大家嘅分享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陣再講。今日大家都講，你講手工嘅茶具哦。上一段節目你講到，真嘅親自去看安陽嘅薰衣草田，對不對？也較安心。我知道安陽真嘅真有意思。不過其實有一個問題係我設計上嘅問題，在外面有時候你買嘅手工嘅茶具，你用嘅時間，我覺得很容易就化掉了。對，我就挖到嘅係本來就安陽嘅。唔過我講哦。後來我真的有買一個很好的手工嘅茶具，是橄欖油做嘅，就不會我才想說，為什麼一樣的做喺手工嘅茶具，為什麼有一個會化，一個要用到好小還在？對，這就是可以去判斷佢係唔係天然嘅油，也係較好嘅油，係冇？唔係哦，唔係，咁你請解釋。批房啊，配方，對，批房哦，唔係用純橄欖油做嘅一個茶具，佢面當以前會泡泡嘅，像一個果凍樣嘅，
洗时来刮下来洗，底都还硬的。嘿，哎，你可以用纯椰子油做一个茶菇啊，叫做拿来表演。哦，当硬，青硬，哎，硬刮刮的。好，我说茶菇原也系硬，吼，洗脱我当脚发脱毛，重点係條皮房。對，皮房我做到嘟嘟好，人茶菇真唔會洗到冇幾多年，就樣像咁樣嘅，哎，灼安尼。哎，對。要蒸饮黑暗有一些茶菇蒸饮，我就是摆在那边很容易就干了，每天都可以用。不过有一些就吃到，哎，一下就变好小块。对，故说我们看压一个这么小的结果，它其实背后有很大的秘诀，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那个边我切架糟的哈，但是洗起了哈，身体人皮肤的时候湿湿哦，因为佢咁樣嘅硬油比較多。哇！所以古手真型吼，你看一堆好嘅茶菇，係學門青苔吼。對。不過今日講到呀，其實唔單止係講到茶菇，其實今日特別同大家分享，還有做啲迄個你真嘅批發好，染料好，它有時候還會有修護嘅功能。哎，對不對？天然嘅成分油，像是修護霜啊，嗰啲東西。哎，對。哦，像比如講啊，就也2-3年呢，有推出一款新品啊，哈，都經典修護霜，那啲東西哈，佢本身哈係因為之前啊太太哈，佢在國順入邊哈，在國入邊啦，有嘅像一個脂漏性皮膚炎樣嘅，哦，咁樣是咩唔知，上來去買個狀況啊，好就帶一本醫生看，係，結果嘅皮膚科醫生講，哦，人家做食藥嘅啦。人唔好好嘅啦，做茶藥嘅啦。做嘢係行嘅人咧，用嘅暗號嘅顏料嘅人咧，糖都安尼發，糖都安尼打結，甚至都唔能做，我出我冇辦法接受。嗰個幾樣事我做我太太講，我一定要做出一款保養品，本茶，本茶嗬，人最高嗬，能夠滿意茶藥嘅款做得冇，嗰種調皮。開始調皮，做好久嘅，我將研究出來也係款，也做喺目前一下，我哋就真好嘅一款產品。哦，對，嗰時候真係也係按照用心實驗出來的配方，對不對？批房就用工嘅批房，然後再請廠商幫你做，係按用你嗎？請廠商做好係安尼哦。我也就係用自家嘅批房、自家嘅顏料調好嘅。去搶廠商，然後包裝的哦。哎，包裝嘅就包裝聽聽。哎，對。我說其實你還可以去家做。對，我顏料啊，一條批房全部去家調好，是用去家顏料，用去家顏料去家去調好嘅批房之後，交俾廠商去分裝，係安尼。哦。然後一般的冇共樣。跟你真銀，挖到你真銀就會哇，像以前一般嘅銀就好像說啊，我的生產線啊就搞不配你嘅，就好像我這邊是中央廚房我嘅感覺。對，夾蛋天天啦。夾蛋黑。嗰種你就唔係，真銀就會係喺自家。好，但是目前也但是就會講，就老推廣廠講，我用嘅產品，佢都攞用設計，也係講係有一個設計批房，拿本推廣廠，推廣廠攞用去浸顏料，然後做嘅之後用種嘅印舒服就好咧，我哋唔咩，我哋從顏料開始去浸，嗰時就消費者叫我講咧，佢廠一條安尼保養品係咪用推廣廠嘅顏料，用推廣廠嘅批房，我講唔咩，我哋嘅顏料係用我哋設計，批房係設計，推廣廠。佢唯一咧一個角色就係代客充填，就係安尼。像代工案嘅感覺。對，其實真係推廣。真嘅做代工案樣，對不對？好，不過其實我哋一開始唔哋創業嘅時節，講實在話，通路是一個很重要的，對不對？不過一下係咪太定都行用路？對。口碑也做出來了，所以大家就好像家家戶戶可以互相分享，大家就看家啲案樣嘅產品。那這樣是做起嘅時節台灣實體通路啊，有商家去本人賣嘅店嘅差唔多減嘅有100店。哇，很多青島對。差唔多3-4年前，我同我太太講，看一個網絡商機啊，也網絡一個發展啊，我同我太太講，我發現到講，係要朝一個方向來行。真係對嘅啦，因為我東西比如話講，我喺啲苗栗屏東人看唔到啦，我喺邊上網路嘅話那全世界那人就看得到。
真嘅啊，因为亚哈真的，我觉得。试推無強嘅科技嘅改變，其實也大家人消費嘅方式也無強嘅，真嘅係安樣人。以前你會真的親眼看見，你才安心，對不對？如果也真嘅唔係安樣人。對啊，唔像可能啊，比如網絡面檔，我買個資料，買個檢驗報告一條，我全部做得掃描啊，標上去嘛。實體通路冇見得有案發嘅地方分標啊。係電腦東西資料就冇辦法準備到按齊全部很快。而且大家講真金不怕火煉，其實用路嘅東西按容易，冇發到消費者輕講係，人家係講去用路買嘅東西，進來用係講冇好用啊，他一般人就唔會買嘅。對，因為實體通路是這樣嘛，你會現場有人介紹，你可以現場看，你會輕安心。如果用路嘅東西你看唔到，公司採訪，嗰時候你買東西你真的會吃到後用，你後用嘅時間。我們說你才不怕考驗嘛，對不對？你知道後用，你才會燒給你嘅朋友用。對，所以其實你現在真的就是，還剩一個實體通路，對嗎？對，你看啊，全台灣也就存桃園機場，身份廠。哈哈，為什麼會特別只剩一個實體通路，想要在那裡同大家？因為佢對國際嘅客戶啊，是不是野心很大？現在是不是？人家出國也嘛個有上市，佢冇按度好，冇按你伴手禮，帶出國也樣嘅，佢看到嘅東西，吃到講不差，其實我買那東西都有。真的很棒哎！香港，因為我做埋按摩，我就香港為什麼只有一個實體通路嘅桃園機場機票？因為對你來講，其實係一種國際化嘅，一個支票，一個支票，國際化嘅支票。佢其他係講想嘅用嘅人就掃描去買就好誒。對。好，佢說我問一下，你啲創業第一下幾多年呢？8年呢？8年，好8年呢。如果8年公司才發有基本按用嘅成績，其實也算是做對工做到挺好。慢慢的成長啦，係啦，當然還要個較努力。爸爸媽媽有滿意冇？傲慢你啦，知足常樂啦，係啦。因為不用有滿意冇，其實。做得啦，因為公司才把前幾年冇錯都冇該錢，挺辛苦。前3年、前4年咁樣是，唔敢出門呢。乜個2年人都唔敢出門，因為出門就會罰錢。我嗰時間咁樣是深夜超定要出去啊，人都去哪了？人去家樂福啊，去採人去啊，其他地方唔敢去啊。係。嗰時候咁樣是做下你過夜咧，一條吐司40元過1禮拜，做下你過來。唔過唔講真件咯，自己冇錢嘅時節，睇下佢千件狀，你知道我而家佢得門多錢，我最用嘅感覺。唔過公司在吧，其實佢創業嘅故事有千多，即係同大家嚟分享，有千多千辛苦嘅地方。唔過就會基本冇特別同佢嚟講。唔過節目一開始我就講，開起來就冇想去做按樣事情嘅你，如果你多數也唔係做按樣嘅口呢？對，企業管理。係啊，唔過你企業管理有用在你商業的經營上啦，那個理念也好，管理的概念也好，對，也某種程度也算學以致用啦。像事情一條我較清楚啦。嗰時候方向來講唔可以亂講，亂槍打鳥樣。是，對。不過公司採訪頭家其實真係清後生哦，迄個也有青島嘅後生人，搶而強用。我覺得，我有人講哈，其實我知道半年前嘅你，就是8年前的你，對我來講，我覺得亞哈，我為什麼特別強調？現在在社會裡面有很多這樣的一群人，我們那時候會用按用嘅形容詞，好像叫做半生不死，就是你好像真的要怎麼前進，有很大的困難，可是你又退不了。瓶頸期啊。對，我真的有按用嘅感覺，我希望可能，也許你也曾經經歷過按用嘅心情，我唔知啦，我係自己想象的，所以亞哈可能也有很多按用嘅後生人，唔係講真正後生，也許他不是只是22歲，他可能也已經30幾歲了，對，他在一個很奇怪的階段，有沒有想要轉變？有時都講變唔出乜個東西。而且你有習慣度，你要能夠承擔按用嘅風險，有沒有幾句話可以給我們鼓勵一下？心裡都要當清楚，一個熬夜係乜嘅，好頭腦想法要當清楚，我按樣嚟做，係堅持下去就對。我係知道吼，從我就較保守，我就真的很想要創業，親很多次都不敢，因為想不清楚。不過我嘅感覺係按樣嘅，如果係講你真的有按樣嘅夢想，我覺得不要怕失敗。對，對不對？我知道不要怕失敗，撐下去啦，撐過就贏啦。對，我知道失敗也冇相關，我覺得是一個經驗的學習，你可以再
再来，对啊，总比最后最后都像我一样都没有进行，整体就会按永远嘅人生唔会 healthy 啦。哎，对，所以今日东分伊昨天绕墙道调教嚟聊天，然后大家都少改，天然改、手工改、插骨，希望大家喺講有機會做啲用一下，今日請感謝到鴉片，感謝啊，好，聽年後咧嘛，家哋做人堂了。